喂，今日唔得閒，我哋又嚟玩個遊戲咧。又嚟？得閒冇嘢做。係喎，聽日開組啦。係咯，你入面好快嘅，OK。3個步驟，將個大笨象咧塞落雪櫃，有邊個識？大笨象咁大隻就落個雪櫃喎，有冇搞錯啊？問錯問題啦！唔識喎，你識喎？都唔簡單㗎。識唔識啊3個步驟咁簡單嘅嘢，第一個步驟開咗個雪櫃，第二個步驟將個大笨象放入去，第三個步驟砰閂咗。嗱，如果又將長頸鹿擠落雪櫃又點做咧？嗱，呢一次咧我學精啦，打開個雪櫃，將大笨象拎翻出嚟，再將長頸鹿塞翻入去，閂門砰！個老嘢今次好掂。嗱，有一日動物開群眾大會，有一種動物佢冇出席，係咩動物咧？老虎。老虎唔係，馬騮，馬騮都唔係啦。又唔係。OK， 有邊個知道咧？我知道。又是你啊，長頸鹿沒有來。為什麼？因為長頸鹿被鎖在冰箱，所以出不來。原來我老嘢又輸俾我頭嘅仔。